國道1號上北201.5公里，這個彰化花壇這個路段呢，昨下晡是有一台免路破鏈去駛佇個路徑，而且伊個零件是安尼沿路落尾落去交流道，停佇彰化市崙美路的一笪空地。這警察去甲搬載的時陣，發現這個駕駛呢酒測是有1.5，這是超過標準的。今嘛專案是照公共危險罪甲伊送辦。這台免路駛佇路徑，正廠邊頭前鏈已經破鏈，而且若賽車零件閣沿路落。有民眾拜三下晡佇國道1號上北201.5公里花壇路段，翕到這台車駛甲搖搖擺擺，就驚發生意外，趕緊報警。落尾這台車落交流道，停佇彰化市崙美路一笪空地，看到這麼危險的畫面，民眾表示，佳在無發生車禍，若無後果不堪設想。買便當回來的時候，我看到救護車跟警察車啦，那時候大概幾點？5、6點吧。我看他在裡面，那個嫌犯就坐在地上，一個老伙仔阿伯就頭髮白白的啊。較危險啦，開主仔錢叫拖掉來，冒險為着省主仔錢造成着別人的困擾，閣造成着較大的傷害安尼會唔好。警方接到報案趕到位，發現駕駛全身軀攏是酒味，實施酒測發現酒精達1.5毫克，超過法定標準值。60歲駕駛醉甲唔知影人，甚至隔頓工才有法度做筆錄。經警方接獲民眾報案後，前往查處，在彰化市崙美路一段一處空地發現該車，該駕駛人經酒精測定超過標準0.25毫克。本案後續依公共危險移送偵辦。警方表示，目前無其他被害人，偵訊了後，專案依照公共危險罪嫌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。警方嘛提醒，食酒駛車風險懸，唔但可能危害家己性命，嘛可能影響其他用路人，千萬唔通靠勢。記者楊淑晴彰化報道。